娘娘，你今天的量已经完成了，您快去睡觉吧。我原本以为啊，齐胜这是拿栽培我当借口，故意来和我谈恋爱的。现在看来，他这是要整死我呀！娘娘，皇上既然对您苦心栽培，您就听他的话吧，要不然您要完成的任务将会越来越多，那样的话，您就永远也完不成了。求推倒，怎么就那么难呀？接下来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好，马上啊！就81、82、83、张鹏鹏，你如此的不长进，你知不知道时日已经不多了？谁时日不多了？皇上，我肯定会长命百岁的，咱们俩有的是时间相处。张鹏鹏，你再这样下去是会亡国的。啊？这都哪跟哪儿的话呀？不用扯上亡国这么严重的事儿吧？让你写字你不会，让你蹲马步你不行，让你练好身体你也做不了，你到底会做什么？切，我会的可多了。再说了，我会的你还不一定会呢。朕倒想听听，有什么事是你会，而朕不会的？哎，你会跳舞吗？跳舞？就是你和绿篱跳的那三脚猫功夫啊，朕上次已经领教过了，没什么难的。哼，那就请君一试吧。
九哥，难道你一直不婚娶，是对我？你不要误会，我只是看到齐胜和鹏鹏的那一幕，心里很不是滋味。九哥，没事儿，为了你，我做这么点小牺牲是不要紧的，只是你不要伤心。吴女神姐姐人在深宫之中，恐怕也是身不由己的。但愿她是真的身不由己吧。